头山顶的台湾，来看台中清水有这个稻仔田，远远看像一竿搁一竿漂浮的透明的水晶球，都亲像是装置艺术同款。网友讲，其实哦，这是为着要防止鸟仔破坏稻仔的秘密武器。 稻仔田有真侪白色的，看起来亲像水晶球的装置。详细一看，原来是塑胶袋仔，看起来都亲像是装置艺术。网友讲，这是用来防止鸟仔的生气。会绑那个塑胶袋，驱赶一些鸟类，防止它啄食那个谷物。 农民除了使用塑胶袋仔以外，嘛利用生态防治，像因嘛利用乌漆叶来替因掠海棠。就是清水这边也有所谓的黑刺鸢这样子，所以说我们就请黑刺鸢来帮我们就是捉老鼠，然后降低我们农民的一些那个损失。 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减少使用农药，让土地当永续发展，然后后代好为生活环境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